悠爱忧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的该按公度，想爱条条绕你讲也早故事。条悠爱忧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在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暗讲，不是按心说。发酵以后就天亮，医疗暗讲，天父经变是紧冲，将颜色混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爱，老老交交归通旁，等开红条油啊伫面向。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想爱条条绕你讲也早故事。条有爱有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，一早早的按讲。是安心说。什么哦？高院市嘅茶头楼各级行政大会最近每年开始进行为期1整年嘅教育工作。同时，日本商业总商一体今年宣布，将全力协助日本企业在职开办。日本企业嘅在职，按照为本现有嘅商业运作带来短时间嘅混乱。也意思咪係講，今年做到證明日本人互相經營嘅行業，主要方面係有關市場、運營狀態嘅改變。好。两台较主要的电视从3的张松，两小的就用铁马送出去。这个老等你本本的，本来老拍死嘛。那个，我们天出双方。じゃあこれお願い。これ。唉，咱敢会收起来？当然嘛会，所有的日本人拢要等去日本啊。啊，毋是讲小下不要紧。凊彩讲讲的，你个当真哦？安尼要安怎？隔壁无头路啊！我甲恁拜托的好无？较有志气的啦。咱是做业务的呢，只要有物件好卖，就袂摇巴肚。哦，你讲啊真简单呢。你有本用这张登记本票，你当然唔惊。无法度啊，这就是命。部长。走。我知影大家咧等这摆会议的结果。実は残念です。日本梅田所有会社、台湾より手を引くことを決定しました。公司会用大家的年资来计算遣散金，交发予大家。即马。我要来发最后一摆冠军的奖金。恭喜你，5勝加3。はい。这是你的冠军奖金。部長、
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一定都要勇敢相信家己，继续努力打拼。你的前途无可限量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皆さん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有要搭小友开车，正式停业。多谢这几年来大家的努力和支持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部長。米汤来，米汤来，甲名同款啊，搁操工啊，对你遮侪年，啥物拢无啦。停车，停车！很快就吵起来吧。皆さん、見習いさんはいらっしゃいですか？誰かいですか？这车我的呢！等下。啊，原来是 KK 上啊！啊，你敢知影这米塔赖上这派人伫倒啊？我搁想要问你咧，欧桑，啊米塔拉伊毋是甲你做伙做生意，啊人咧？安尼讲，伊真正选择去日本啊。KK 上，啊，你敢知影伊伫日本的联络方法？有啊，伫遮啦。行，去车头。你啊小夫的哦，听说把南用投资的钱全就付出了，可能也了。啊，你做对吗？送去，谢谢，送去。走的，你走的。阿婆啊，日本战争输退的呢，做得又可怜哦。生意呢做得转无卡，规屋康人做得繁衍就那样，养一条命，养一生命。来看呐，人生经验还唔啦？来老人讲，也其他使用的呀，就错的啦。好啦，好，来做对哦。做的。阿婆，阿祖也来做了呢。哈？这边阿祖给来的？哈？阿祖给来的？阿祖，你是还要转来了？阿梅，哎呦，真的转来身材还好哦，你看哪里转来？可有不？哎呦，你哪里转来？队长，你会错了，不是啦，这转来身材还好哦，天公有保庇。阿祖给来也正经转来了，真是哦。好诶，什么天公，拜托你，你陪雅韵生走都要转来啊，对唔差你啊。拜托啦，永生哥，加做落啦。哦，祖给来也转来耶，系啊，天公爷就当阿我开运生嘞。娘呀爱，要当家就会转来。阿婆，宝宝，拨电话。哎呦，唔咩啦，家有人讲哦，基隆港有动土顺以来呢，今年老百姓都有哦。阿斌啊，你稍去查一下啦，无听说廿个哦，未会转来哦。讲真经也会假的啊！
我偏爱啦。哎呦，真劲的啦！那人啊，使包行还骗啊！就做唔得放弃掉诶嘿！我讲啊，唔爱买15条，轻松呀呀，可以做来啊！阿婆吼，算唔较便宜掉诶，嘿。婆婆，希望听讲嘢吼，我去记录讲订款啊。哦，你讲哦，款到运生讲，我现在去去适量比的啦，哦。真是狗毛子，唔好带翻阿母卡运，为说酒装无卡沙，爱抢。哦，婆婆你讲嘅哦，做唔得放心咯。俺黑人上讲，文思多变相。阿婆，去老龙头拿出来洗洗啊！俺爱打毛黑板，打五味板蒸糯米饭。俺爱抢太家吃饭，乡下老远生家风。介意啦，介意啦。听讲你就往阿婆家运生嘞。我用老姨讲，我咪翻去今年写就。但是，要做乜嘅啊？输东西用的啊。哦，我想听日本嘢，四转日本嘢。诶，要海岸啊，你空埋咯。我台湾人，总爱听你们唔知。咁你做乜嘅输东西啊？门啊，也没外卖。我眼电晒走，当然会输东西啊。阿斌啊，咱去小园敢袂掉？迄唔迄做地买摕，无创腰的。我老唔多讲，哦，你阿洗顺来，唔掉买的啦。唔买的，错，系冇买的，哦，哎。都黑下来，哦，唔是板布。嘿，有冇关权？我老唔讲，哦，等下岛上卡上都转来，你就朝地开始卖玩机跳油嘞，啊？歹势啦，你要岛上卡上，真的要倒转来啊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我拄只才为今港转来尔，遐满满拢是人呢，全部拢是要转来故乡的。应该好好表述一下。哎，做乜嘅？不用等啦啊！哎，来，陈叔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哎，你要调价嘞？出去的。出去的。哇，你今年用按快穿，穿几下摆都穿。我从阿来是咖啡嘛？不是啦，我根本人吼，我去基隆，没登去。哎，都来传发啦。老奇讲吼，班机啊，也无会买，无买，就安尼啦，哦。小弟啊，这位啊。
个冇效啊！點解冇錢本嘅佢就冇上去買？喲，聽見未？嘿呀，我又冇想到，佢就萬幾啊，應該一得2結錢。有冇咧？貴起冇？哎呦，講咩？哪天報？錯啊！哪一本用雙黃為難啦？誒，貴萬幾啦？萬幾啊？啊，唔係同我買的。錯啊！有冇打算冇？繼續做緊鋼鐵呢？還有上過啦，但係唔前幾天。唔是上很多啦，阿龍講哦，人生做安尼，真無簡單哦，幫變到人業務冠軍。哎呀哈，比賽輸起來，唔講係咪當無奈？啊？唔怕啦，我講啲哦，人生如果愛安尼，才會精彩。不過，我看兩個錢應該存冇幾多哦，留到台北應該都冇幾久哦。這個上一陣呢？啊？太白，哎，这个现在的米唔拉吼，硬要大天巴过去，唔过借1年，唱出一条的哦，天公爷根本唔拉卖。哎呀，哦。哎，我饭做好了啦，来吃饭啦。听用来唔出嚟啊！我哋喺出门一步方，希望天公伊是冇米有卖嘅。哦，好啦。冇时间坐翻来吃的啦。唔做对饭团哦，本太妈的带去，要本来记只饭团，来底下凊彩试试来就好。好啦，我来做啦。好。听讲是梦呀。啊，条家刚下你准备茶。哦，行去，行去。哎，这妈，那条的哦，放好，还有夹片哦。啊，你系你，冇买货哦，全部办落去啦。啊，错，实在冇限。條家，總條家。哎，沈發，拜師啊，有個時間哦，來請，我有事情想要同參詳一下。哦，你別錯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歹勢哦，我無很多冇時間吃飯啦，我唔得有乜嘅事情，我見識唔見講，吼。條家娘拜師啊，老夠誒。要有免得小友，迄一些生意搶嚟數下落。田豐松按規衝嘅你，有乜嘅事情啊？然後咩大小友有關係嘅？唔係啦，條家娘，我想去拜託人答應我，做個頭腦學生，真是搞不。唔過，咩大小友啲台灣嘅公司主體，唔肯拜有乜嘅安全啊？我有想過誒，我要拿片山飛來做本錢，自家開業。忙嘅哦，坐。啊，你覺得？安全做哪一行？係想去繼續做體育嘅生意，帶件西裝嘅，請一個好嘅師傅來做，我自家負責買。睇起來呢種遊擊班嚟，做得到。係，一生懸命咁捌的。理想做唔得準飯食咯。ごめんなさい，我哋亞下我無法度陪那個上過好年咧，但係我係真心嘅，想相信我。我聽說嘅本意哦，唔是有失蹤。你哋啊唔知老衲可交往嘅條件啊？常講你係等等子，你敢做得本中不久啊？
你敢做得本总部走啊？做唔得。但是迄讲还有机会套脑壳，我听说要问天给来相总，传总部的雄府。条家娘，条家，抢本个机会，拜托。哎呀，做唔得咯。安尼，不管有几中意脑壳，就冇办法了呀。你个身体哦，太家就低了啦。个跳油哦，你就带转去好了。条家娘，迄讲，你真是我中意脑壳，就请你祝福你。条家娘，拜托，抢本个机会，拜托，拜托。抢转啊！脑壳，汉江的拍脸哦。嘿，算发送嘅，佢自家做嘅。来，俺两姊妹哦，你讲一下话嘞，脑壳啊，你弟。我也一生人亲太嘅遗憾，系咪？冇講來，也公也婆，一直難捱落其他嘅成求比，個咪將來嘅傳宗接代，係一個婦人家最基本要做嘅事。这里压掉，就这么多。卡嫂，唔好乱想啦，都講要冇講乜嘅啊？那弟，你把迄相愛，其實冇講啊。那一次老比講，你就拖一個死家伙咧，佢唔係。我要講，冇，就係那伢已經來嘅狀裡面做得啦。佢要講，一定要有總部嘅血液。兄弟啦，從細到上轉講嚟講，我應該這半用生活。腦殼，阿弟。你一定是你，會乖哦，就會乖命啊！哎，迄個五神法冇出現就好了呀。做唔得啦，我做得唔夠本気，不過佢做唔得唔出現，我就冇林宗英來咧。腦殼，唉，太細啦，迄卡上唔好，有一切變做你來擔，而你迄家你冇注意嘅你，唉，迄眼唔好，迄卡上唔好啊！唔好講歹勢啦，安尼來會艱苦呢。腦殼，卡上拜託你好冇？你就准冇50把牙給你，好嗎？你會做4年的經歷就好了呀。卡上會一直皮的你，啊？安
做唔到啦！冇救啦！KK ステーさん、じゃあ商店街。どこに行くの？御手洗さんと一緒に日本へ帰る？莫要讲迄个查某人的名啦，伊已经是过去啊。我哦，要倒来旧厝一撮啦。你可会讲倒来台北？迄是当然的啊，我的未来哦，是伫台湾的。归去哦，万期嘛无要卖啊。那安尼，我嘛袂烦恼无大个所在啦。万期无要卖啊？那安尼，范准平根本就无钱带我去 France。查甫人都是安尼啦。你看伊个面摊来哦，竟然送我假的拿破就破咧呢。そんな、御手洗さんはこんなひどい人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。不過，范准平甲伊無共啦。我知影，伊毋是超工要甲我騙。万期对伊最重要。你若是安尼想哦，就想较开个啦。我考劝你一句啦，查甫人哦，一切拢爱靠家己啦。那安尼，你较细哩呢？等你转来台北，咱才斗阵做生理。好啦，会行。さよなら。安香啊！安笑啊！你讲万期无会卖，迄嘛个意思啊？啊？就会无会卖啦。你现在只是唐姆森啊！啊？哟。按用躺起来，你就打算那费用系嘛？几张日本人，咩我本人送张日本啦，万期对佢应该冇用啦。人家做生意嘅，有钱就做点买人万期嘞。唔讲佢认同呢？反正哦，你冇去买。哎！你讲无会卖就无会卖，迄个人爱讲爱赔钱呢。咁唔讲你用干啥？啊，呀下迄种情形哦，那又係就會轉來啊，那有可能老闆給買退咧啊？我有定會讓我去麻煩，冇按用啦。你到電器嘛，揾出來啊！我要同你講開啦。電器嘛？
哎，这船也着。这船也着啊，一般就无啦。我拿两3千出来啦。无，我无其他钱咯，做下本咯。哎呦，你按样，我用完老唔讲，啊？哎，大小呀，莫讲笑的啦，跳价钱用的莫钱哦，啊？门口了条啊，莫个种红的啊，莫个喷的啊，铁的啦，哎，你啊开门插口来，你妈有钱咩？你啊见不差哦，做得咯。你啊见本爱好呀，好无？300搁加500。你讲乜嘅啊？啊？唔敢同人家讲，但反正变出来唔表明啦。好啦，我前天诶，还要送出来分。走啦。几点啊？第一啦。哎，你这个讲的啊？我几点啦？好啦。阿斌啊，歹势啦，来创案小啊，退买东西又按贵，古数就剩下着啦。错嘞。退爱吼，老八婆食着去啦。哈？蛤蟆鸡啦，是啦。耶稣哦，我加钱3百上到来，有钱的时间要么上到我很好挨呀。宝，啊，用啊，有钱嘅世界没冇几多事啊。有钱就去搞什么呀？我来老眼眼下辈我，我真唔爱加钱本啊。宝，用啊，停水下嘛。上樓翻機留下來啊，定係熬一轉啊！啊，希望等到翻機開廠，哎，幫你是一生一唔是錢嘅跳友啦。你是唔好問那搶人是唔是錢嘅跳友啊？唔會啦，唱唔聽聽嘅啦。哦，好得唔輕啊嚟啊！阿婆。你不能拿多少钱，都要管我走，要出去。哦。到这里。哎，哪个？哎，是哪个嘞？迄块裤，迄块裤要本人欠死，应该一生人都唔会见。哪个死鬼？都本。哎呦！莫乱说哦。吼，反正本来。冇相关啦，哎呀哈，咩唔是都全买成啥物啊？哦，错吼，没黑啦，反正会结婚诶啊。欧巴桑不是大班的啊。冇，那个不是大班就懂讲的啦啊。哎，你讲你要斗上为了钱将来吗？当然唔会啊，可能上本人天都按呢，我斗上真唔会长。我没冇遗憾。哎，哇，叫做238按叫娘啊。哼，冇条路啊，按做得用的。当日伫木卡哦，伫下马街啦。哦。你卡上唔迄老几只总量者，讲好结婚事业咩？
讲还阮唔顺吧，阮来做咧用的。其迄男朋友，我以后要死哦。我这点3只毛电吧，多一顿。生发，你就会暗后啦。前五呢，这是台公司诶，给按台币的钱，你往中有用啊？扣迄我本来卡上的，剩的哦，上我用来快业，搭一件西装宴，请一个好的师傅好好做。你看，还迄有种宴，我大本人，像呀，我该良顺种宴，没有大本人啊。来看呢。哎吼，110好呢，好就价给啦。就价给吼，好买喏，我万人诶，人那按多少钱啊？万人。嗯。我按贵喏。你就黑到中原地度嘛？我是按麻烦出去的，啊？你晒水诶，要一毛挑油好卖。唔係啦。呀哈，局势暗乱，出去闹杯哦，冇聽做會幫人騙啊！我知道，唔做得定然又來轉來，多幾勇士哦，萬機開始做生意，唔就做得負責買條油啊，哦，唔是帆布，哦，又有條路，唔知道用啊？你講萬機腳條油誒，你係做睇下做勢哦。錯，懵懵的哦，哦，一講就通，哦，來講用，萬機要開始做生意，聽說要有資金啦，我先拿掉的本錢出來丟股嘛，安尼哦，唔就會鼓動的哦，한발搭年出頭，10個嘅業績，한발有風利，哦，買越多，賺越多，哦。通迄個怪好，好啊，無亂的啦，有等萬機開始買條油的，將來靠你來投資嘛，啊？生發，哎呦，你需要錢哦，就應該好好講咩。大家做好朋友咩？生發哦，聽說人天數的啦。啥你各位是黨友？啊？快準備。去搞料啊！啊？你哋考，唔搞咧？你做乜嘅唔似教來親愛？我講唔會叫啊！我怎麼會俾你叫咧？親愛做乜嘅？你成網有錢嗎？有啊，我當去弗朗斯用嘅啊。弗朗斯哦。人哋唔去弗朗斯呢，佢你要錢做啲障礙嘛？你交錢做乜嘅？我冇去買玩具的啦，故說你冇錢去弗朗斯啦。不過天劍嘅屍體咧，迄講唔辦哦，玩具出去本人買走啦。你要錢？完啦！你用過有按多錢啊？係我香水買摕咧。買摕咧？怎麼可以買摕咧？我迄動作已經係香水，
看到上水就会骗，看到就会想到你。企个真生活有道理，西门的要靠七家，若要七家想办法赚钱去 France。很笑。无啦，安尼哦，本来想到洗去世界啊，唔通卖你受力太强的，唔上去啊，唔使自家去踢球。嘿，你七家冇用啊！我奈何啊？每一次就有总部了解我，好意思啊。又来哎！你七家冇掉，海关也就对你好，你就是狗毛子，不好子。哎呦，才是哦，才是。我准备，你根本不爱打，你就把钱偷转来。哎呦，死的来死的，死的，哎呦，救命哦！杀老公哦！哎，救命啊！死老公哦！死老公哦！这条挺有配合。哎，要行嘛，拎啦，非常感谢你的照顾啊！来过来。哎，今日は部長の送別会ですので、部長に一言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皆さん、今日は送別会を開いていただいて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年になるといろんなことできなくなります。君たちのような若者たちの意気込みに頼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皆さんが成功を手にできるよう祝福します。感谢部长对咱的祝福。今麦我有一个好康的代志要报大家知，我甲佑已经决定要将梁顺酒园搬来，继续做咱小友的生意。欢迎有兴趣的人做伙入股，做伙经营，好唔好？梁顺酒园，原来因会安选大行合作。哇，你看卖这个计划吼，这个计划状况就是安尼。你要甲救上做伙做，啊那安尼，风气上面啊？啊，分期拢已经定落啊，哪有可能反悔啦？梁顺遐吼，我是投资尔，啊，加减仔出一寡意见。啊那安尼吼，你一定都要甲小三好好啊学习。伊的巴肚内啊，是真侪做生意的撇步。我知啦。恁拢是聪明、有能力的人，年轻有为。小家嘛是共款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部長。有一点。我开始了，今天你两个人有兴趣啊？小家，部长，啊你咧，过来有啥物暗示？我嘛想要拄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家己来创业。我早叫会出来。小部長，我有一寡意見，お願いします。計画書できたか。はい。这是真好啦，是讲你是要安怎找到会当做你理想中迄种遐尼美味的导游的使？讲到这，我嘛想要甲部长请教一下，这万俊斌，伊到底会晓去导游无？哦，会哦会哦，伊叫的导游袂歹哦，只不过较无特色，啊嘛无万记的口味啦。真可惜，阮一直拢无法知影军队出伫倒位啊，所以伊可能也已经失去信心啊啦。即马我看，连万记嘛过袂掉。我有听伊讲万记无爱卖安尼。哦，无啦乃。系，阿斌咧讲吼，讲啥物因赌场、卡场要转来啊，
所以无想要来啊。多少卡上要转来，安尼嘛好啦。万先生若是会当转来，你心肝内迄个理想马上就会当实现。嗨，我嘛有影哦，真期待。これは私の日本での住所だ。暇があったら手紙くれよ。満期や台湾の情報を知りたい。はい、ぜひとも連絡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乾杯。上天了来哦。哦。多谢啊。我讲啦。诶，阿婆啊，现在死因呢啊，侬用唔掂哦。今日迄出货，外手老记应好咧。我想到总送姊妹有压日，结果行起爱靠走路讲涨价出去。哎，看哦，有人爱艰苦咧。就是啊，几十种良者，我不会听错同多细妹朋友。我算日前啦，日本用双行，几条街的都去行嘅。唉，那我开运成功唔转咯，所有嘅细妹都假呛呛咧。哦。结束去对面，人爱攀粉丝，唔好耽误人嘅时间，哈。哦。讲，东东你冇睡妹呢，安尼做唔得啦。海带，搞来你海带。我感谢你是全总统啊。ラーメン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のは醤油だ。真有好食嘅跳舞。好什么？怎么跟老外看得见啦？结婚哦，就係要看嘢啊！唔非同將來痛苦到一下，唔會留下痛苦，全部撈佢。聽到叫出來啦！聽下佢片段好冇？我係聽咗。眼泪呀眼泪。